你好，歡迎你嚟到呢度。可能你今日經歷咗好長、好攰嘅一日，可能你個腦入邊仲有好多做唔完、放唔低嘅煩惱。唔緊要嘅，而家呢一刻，你已經做得好好啦。請你慢慢揾一個最舒服嘅姿勢坐低，或者瞓低，慢慢合埋雙眼。由而家開始嘅15分鐘，你乜嘢都唔需要做，你唔需要去討好任何人，唔需要去解決任何嘅煩惱，亦都唔需要去證明啲乜嘢。呢15分鐘係完全屬於你自己。慢慢揾一個最舒服嘅位置坐低，或者瞓低，慢慢合埋雙眼。由而家開始嘅15分鐘，你乜嘢都唔需要做，你唔需要去討好任何人，唔需要去解決任何嘅問題，亦都唔需要去證明啲乜嘢。呢15分鐘係完全屬於你自己嘅。我哋一齊深呼吸，將積壓喺心口嘅鬱悶呼出嚟，慢慢由個鼻吸氣，吸到個肚微微脹起，然後打開個口，輕輕咁一聲呼氣，將所有嘅疲勞都放低。再嚟一次，深深吸氣，然後用口呼氣，將膊頭上面嘅重擔全部卸低。最後一次，吸氣，長長咁呼氣，感覺自己嘅身體慢慢咁樣沉落去個座位度，或者個床褥入邊。而家我想請你喺個腦海入邊想像一個畫面，想像你離開咗煩囂嘅城市，嚟到一個只有大自然嘅聲音。你行到一個好大好靚嘅湖邊，呢度係專屬你嘅避風塘。你而家行到一塊木嘅平台上面，坐低咗。清晨嘅空氣有少少涼，但令人覺得好清爽、好舒服。你望住前面，湖面上有一層薄薄嘅霧氣，遠處嘅山脈好溫柔咁環抱住你呢一個湖，就好似大自然擁抱你一樣。你留意到平時轉得好快嘅大腦嚟到呢度都慢慢靜咗落嚟，湖面靜止得好似一塊鏡。你望住呢塊鏡，好似望到自己最原始、最純粹嘅樣，冇壓力，冇焦慮，
只有平靜。你見到身邊有一個頌缽，想像你輕輕咁敲響佢。聽住呢種悠長嘅聲音，想像呢種聲音嘅震動由你嘅頭頂慢慢傳遍全身，聲音經過你嘅眉心，幫你鬆開一直皺住緊嘅眉頭，經過你嘅下巴，幫你放鬆緊咬住緊嘅牙關，經過你嘅膊頭，幫你卸低硬邦邦嘅肌肉。最後去到你嘅心口，幫你解開一直屈住嘅鬱悶。每一次嘅呼吸，你都將大自然嘅修復力量吸入身體；每一次嘅呼氣，你都將所有嘅唔開心、唔舒服嘅感覺交畀呢個湖水，由得佢哋飄走。
咁將你嘅注意力由湖邊帶返嚟，感受下空氣嘅流動。你做得好好，要喺忙碌嘅生活入邊抽時間停低，係一件好唔容易嘅事。多謝你自己，多謝你自己畀一個喘息嘅空間自己。慢慢加深你嘅呼吸，輕輕喐下手指，喐下腳趾。如果你想，可以伸一個好舒服嘅大懶腰。記住呢個平靜嘅感覺，無論外面嘅世界有幾多挑戰，呢個平靜嘅湖面一直都喺你心入邊。準備好嘅時候，帶住一份輕鬆嘅心情，慢慢擘返大對眼。多謝你同我一齊完成呢次嘅冥想，祝你平安。